国际上要紧，咱要继续来关心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消息。就伫因和平会谈的前一天，乌克兰攻击罗西亚通挂载核武远途的轰炸机，也有损断超过40架飞行机。然后罗西亚这边是发动从开战以来上大规模无人机的轰炸。伫罗西亚和乌克兰的边境有2条桥崩断去，所造成一架火车败裂，目前知影有7个人死亡，69个人受伤。 听到无人机的声音飞过，伫远远的所在爆炸，还有庆烟。Еще больше стало гореть раза в 4. 乌克兰随意对俄罗斯伫西伯利亚国家内部的一个军事基地发动攻击。这个基地有当载核子武器的长程轰炸机，也是自4300多公里外前线第一遍发生这种攻击。攻击行动摧毁俄罗斯境内超过40台俄罗斯的飞機。这场攻击进行超过1年半以上，是乌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親自監督執行。 Можна сказати впевнено, що це абсолютно унікальна операція. Офіс нашої операції на території Росії знаходився безпосередньо поруч з управлінням ФСБ Росії в одній з їхніх областей. 美國新聞網站 SOS 的記者認為，因此無具名的烏克蘭官員伫 X 打文，講烏克蘭攻擊並無事先通知美國總統川普政府。另外，烏克蘭回報講，俄羅斯伫咧一年之間發動472台無人機甲飛彈的攻擊，是雙方衝突以來暗時發射量上懸。俄羅斯講已經親力進入烏克蘭東北部的蘇米州。親烏克蘭消息地圖講，俄羅斯伫咧5月總共摕到450平方公里。 烏克蘭領土推進的速度從至少6個月來上懸。在這天，俄羅斯瓦近烏克蘭邊境的2座橋被炸毀，布揚斯克有1座橋倒來時陣，下骹拄好是鐵基路，結果火車敗馬，造成重大死傷。烏克蘭官員並無說明爆炸的原因，尾仔在咧調查委員會新聞稿將爆炸這字提掉。目前並無些人講對這件代志要負責。在同一個時間，俄羅斯甲烏克蘭的代表團已經到土耳其伊斯坦堡。 隨時將會舉行第2輪和談，對結束戰爭準備和談，雙方態度攏正強。公司新聞吳文玲報道。